最近站起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脚底有点飘，好像地板不太稳，或者走在平坦的路上，却突然感觉身体晃了一下，必须赶快扶住墙壁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，请务必看完这个影片，因为下一次跌倒可能就在明天。不是要吓你，而是我在诊间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，隔天就因为一个小失足，整个生活都改变了。我是林医师，从事复健医学30年，帮过上千位长辈重新找回平衡。我看过太多人不是因为老，而是因为身体里的一个感觉睡着了。什么感觉？等一下我会详细告诉你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身体里有一个像 GPS 一样的系统，正在慢慢关机。这个系统不在心脏，不在大脑，而在你每天踩在地上的那双脚。当这个系统失灵的时候，你不会立刻跌倒，但你会开始走路小心翼翼，开始害怕楼梯，开始不敢一个人出门。我见过一位70岁的阿姨，原本每天早上都去公园跳舞，后来因为一次小跌倒，就再也不敢出门了。不是腿坏了，而是她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信任。让我知道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你的评论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提出来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在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今天3分钟，我要教你一个比走路更有效的脚踝动作，唤醒这个被遗忘的感觉。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只需要一张椅子和你愿意改变的心。这不只是防止跌倒，而是让你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，重新找回那份我可以的自信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找出真正的元凶。很多人以为平衡不好是因为腿没力，所以拼命走路、爬楼梯，但效果却不明显。为什么？因为问题不在肌肉，而在一个叫做本体感觉的东西。本体感觉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它是身体的第六感。你闭上眼睛，也知道自己的手在哪里，脚在哪里，这就是本体感觉在工作。它像一个内建的 GPS 系统，时时刻刻告诉大脑，我现在在哪里，地面是软是硬，身体有没有歪掉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这个系统会慢慢变迟钝，脚还在地上，但脑已经收不到讯号，就像导航失灵的车，不是车子坏掉，而是失去方向。你的脚踝、膝盖、髋关节里都有感觉神经，它们就像脚底的感测器，当它们不回报讯号，身体就会误判平衡。我有一位病人张阿姨，68岁，她来找我的时候说，林医师，我的腿好像越来越软，走路都要扶墙。我检查了她的肌力，其实还不错，问题出在她的脚踝感觉神经。在打瞌睡，她踩在地上，但大脑收到的讯号模糊不清，所以身体不敢相信这双脚，自然就会东倒西歪。所以你看，不是年纪的问题，而是感觉忘了工作。好消息是，这个感觉是可以重新唤醒的，就像手机关机太久，重新开机就好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脚踝是关键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房子不怕风大，只怕地基松，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的脚踝就是人体的地基。想象一下，一栋大楼盖在沙地上，上面再怎么坚固，风一吹还是会晃。我们的身体也是，当脚踝失去感觉，失去稳定性，你的膝盖、腰甚至肩膀都会开始用错误的方式来代偿，最后全身都紧绷，都痛。我特别喜欢用竹子来比喻，竹子的根即使很细，也能在风中挺立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根深深扎进土里，
而且每一条根都在感觉土壤的变化。我们的脚踝也应该像竹根一样，时时刻刻感受地面，随时调整身体的姿态。但很多人的脚踝已经变成木头桩，踩在地上硬邦邦的，没有弹性，也没有感觉。这时候走路就像机器人，每一步都要用眼睛看，用意志力控制，非常累，也非常不安全。我们要重新唤醒这个根的感觉，让脚踝重新学会聆听地面的声音，重新学会微调平衡。当你的地基稳了，你的整个身体就会放松，走路会变轻盈，连表情都会不一样。我见过太多长辈练习之后，不只走得稳，连笑容都回来了。所以接下来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光靠走路是不够的。许多长辈每天走路做运动，却还是容易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训练错了地方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肌肉像员工，神经是指挥官。现在很多人拼命让员工健身，每天走1万步，爬楼梯，做深蹲，员工确实变强壮了，但指挥官还在打瞌睡。没有指令，员工再强壮，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出力，出多少力。我有一位病人陈伯伯，73岁，每天早上散步1小时，腿部肌肉其实很结实，但有一天他在浴室踩到湿地板，整个人就摔倒了。不是脚没力，而是大脑没有及时接收到脚底传来的警告讯号，这里很滑，要小心。这就是神经的问题。当脚踝的感觉神经纤维退化后，讯号传递会延迟，可能只是0.2秒，但这0.2秒平衡就失守了。你的身体来不及反应，来不及调整重心，于是就跌倒了。更糟的是，很多人跌倒一次之后，就开始害怕，走路越来越小心，活动范围越来越小，结果神经更少被使用，感觉就更迟钝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我看过有人因为怕跌倒，半年都不出门，结果腿真的软了，本体感觉也真的消失了。但好消息是，神经是可以重新训练的，就像学骑脚踏车，一开始会晃，但只要持续练习，大脑就会重新学会平衡。而且神经的训练不需要很大的运动量，重点是精准和专注。接下来我要教你第一个练习，非常简单，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做。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一个练习，脚踝画圈圈。这是一个完全坐姿的安全练习，任何人都可以做。首先找一张稳固的椅子，坐下来，脚平放在地上，背挺直，但不要紧绷。深呼吸3次，让自己放松。这不是比赛，而是和自己的身体对话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慢慢抬起你的右脚，大概离地2公分就好，不用抬太高。想象你的脚趾是一支大画笔，前方的空气是一张画布。接下来用你的脚踝慢慢画一个圆圈，顺时针慢慢画一个大圆，不要急，越慢越好。感觉你的脚踝在转动，感觉每一个角度的变化。画5个大圆，每一个都要完整。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某些角度特别卡，或是抖抖的，这很正常。那些卡住的地方，就是你的感觉神经税最熟的地方，不要跳过，慢慢画，让神经慢慢醒来。画完5个顺时针的圆之后，换逆时针，再画5个，记得保持呼吸，不要憋气。每画一圈，你的大脑就收到一次新的讯号，就像在重新绘制身体的地图。你知道吗？每一度的转动都是大脑收到的全新讯号。你的脚踝有无数个小肌肉、小韧带、小神经，它们需要被唤醒，需要被提醒。嘿，你还在这里，你很重要。如果你觉得卡卡的，或是某个角度特别酸，太好了，那不是受伤，那是神经醒来的证据。
继续慢慢转，不要放弃。做完右脚之后，换左脚，重复一样的动作，抬起左脚2公分，顺时针画5个圆，逆时针画5个圆，保持呼吸，保持微笑，这是你重建平衡的第一步。做完之后，把2脚放回地上，闭上眼睛，感觉一下你的脚底是不是比刚才更清楚地感受到地板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本体感觉在苏醒。这个练习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强大。我建议你每天早上起床后做一次，晚上睡前再做一次，持续1周，你会发现走路的感觉不一样了。刚刚我们唤醒了感觉，现在要让他学会听指令，这就是第2个练习，用脚在空中写字母，一样坐在椅子上，背挺直，双手轻松放在大腿上。这次我们要把脚抬高一点，大概离地5到10公分，然后用你的大脚趾当作笔尖，在空中写英文字母，从 A 开始，慢慢的用脚趾在空中画出 A 的形状，先画一条斜线往上，再画一条斜线往下，最后加一条横线，每一笔都要清楚，每一笔都要用心。接着写 B、C、D， 一直写到 Z， 不要追求字写得漂亮，而是专注在控制每一笔的动作。你会发现有些字母很容易，有些却很难。比如说 O 比较圆润，容易写，但 W 有很多转折，就会觉得脚踝在抗议。这个过程中，你的脚可能会抖，会觉得怪怪的，甚至有点酸，这些都是好现象，代表你的小脑正在和脚踝重新建立连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小脑负责协调动作，当你用脚写字的时候，小脑必须非常专注地指挥每一条小肌肉，这个过程会改善你的反射反应。我有一位病人张阿姨，她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写到 E 就觉得脚很累，必须休息，但她没有放弃，每天写一点，从 A 到 E 后来到 M 再到 T， 2个礼拜之后，她可以写完整个字母表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告诉我，林医师，我现在又能自己上下楼梯了，不用扶手，心里不会怕。这就是神经重新学习的力量。当你的大脑重新学会精准控制脚踝，它就会重新信任这双脚。你走路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紧张，身体也会更放松。记得，写字的时候不要憋气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如果写到一半觉得累，就休息一下，甩甩脚，再继续。这不是考试，没有人会打分数，你唯一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每一次的怪异感，每一次的抖动，都是大脑在成长，都是神经在重新连线。不要害怕这些感觉，反而要感谢他们，因为那代表你的身体正在进步。建议每天练习一次，一次写完整个字母表。如果觉得太累，可以分2次，早上写 A 到 M， 晚上写 N 到 Z， 持续1周，你会明显感觉到脚踝的控制力变好了。前面2个练习我们都坐着做，很安全。现在让我们站起来，准备面对真实世界的平衡。这是第3个练习，单脚站立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其实这是一个信任测试。测试你的大脑愿不愿意相信你的脚，测试你愿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身体。首先，站在墙边或桌子旁边，确保周围是安全的，把手轻轻放在墙上或桌上，但不要靠，只是准备着，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扶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深呼吸3次。现在慢慢的把你的重心移到右脚，感觉右脚踩稳地板，感觉地板的触感，然后非常慢的把左脚抬起来一点点，只要离地1公分就好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右脚在微微调整，脚踝在小幅度的摇晃，不要紧张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些微小的晃动就是你的身体在自动平衡，就是本体感觉在工作。眼睛看着前方一个固定的点，不
不要往下看，保持呼吸，试住保持这个姿势10秒。如果可以再多撑5秒，会抖，会微微晃，这不是失败，这是你的身体在调整，在学习。如果你可以稳稳地站15秒，那很好。现在我们来提高难度，把左脚抬高到膝盖的高度，看看能不能保持平衡。一样，眼睛看前方，不要憋气，保持自然呼吸。下一个阶段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试图把眼睛闭上5秒，这会非常困难，因为没有视觉的帮助，你的大脑必须完全依赖脚底的感觉。如果晃得太厉害，马上睁开眼睛。没关系，这是进阶版。最后一个挑战，手慢慢张开，离开墙壁或桌子，完全靠自己的平衡站着。一开始可能只能撑3秒，没关系，明天再多撑1秒，后天再多1秒。当你能稳稳地单脚站30秒，不用扶任何东西，你的大脑就会重新信任你的脚，而这份信任会改变你走路的姿态、你的自信，甚至你的表情。我见过一位病人王伯伯，75岁，他第一次练单脚站的时候，连3秒都撑不住，他有点沮丧，觉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。但我鼓励他每天练习，不要放弃。1个月后，他可以单脚站1分钟，还可以闭着眼睛站。他来回整的时候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走路抬头挺胸，笑容满面。他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终于又敢去爬山了。”每一个微小的晃动，都是你在重建地基；每1秒的坚持，都是你在告诉大脑：我可以，我的身体值得信任。记得2脚都要练，做完右脚换左脚，重复一样的步骤，每天练习，你会看见自己的进步。好，现在慢慢坐下来，放松一下，你刚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我们今天学了3个动作：脚踝画圈圈、空中写字母、单脚站立，加起来不到10分钟，但这10分钟可以让你重新连接身体的 GPS， 重新找回平衡的感觉。很多人会问我，林医师，做这些动作会不会抽筋？会，有可能。如果抽筋了，代表那些肌肉和神惊醒过来了，他们好久没工作，突然被叫起来，会有点不适应。这时候只要轻轻伸展一下，按摩一下，就会好了，不用担心。还有人问多久练1次比较好？我建议每天练1次，最好是固定时间，比如早上起床后或晚上睡觉前。连续练5天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进步，脚踝变灵活了，走路更有信心了，上下楼梯也不会那么怕了。这3个练习不只是防止跌倒而已，它们能帮助你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，重新找回那份我还可以的感觉。你可以去公园散步，可以去市场买菜，可以带孙子去玩，不用再担心会不会突然失去平衡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我希望你能做3件事。第一，在留言区写下我开始重建平衡，这不只是留言，而是对自己的承诺。当你写下来，你会更有动力去实践。第二，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，或是任何你关心的人。平衡不好的问题很普遍，但很多人不知道可以改善。你的分享可能帮助他们避免1次跌倒，避免1次骨折，避免人生从此改变。第三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下个礼拜我会教你进阶版的平衡训练，结合脚踝和髋关节，让你的平衡更上一层楼。这是一个系列，我们会一步一步陪你走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，平衡不是年龄的问题，而是你愿不愿意给自己1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还要有潜力，你的神经比你想象的还要有韧性。只要你愿意每天花10分钟，认真的和身体对话，它就会回应你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记得从今天开始每天练习。我们下次见。